为促进长辈的健康，真侪社区或者是日间照护，拢会推出甲长辈做伙来佚佗。但一寡据点坐公车无一定会到，尤其台南的范围遮尔大，对此议员陈黄瑜就以台南的敬老卡，甲着其他5都来做比较。伊认为台南的敬老卡只有坐公车免费，但其他岛还佫有福利的点数，会用来坐伫自行脚踏车、运动场馆顶。因此建议市府规划健康乐活的点数来取代福利的点数。我在想这个福利点数我们真的不要用福利点，我们是用健康乐活的概念来提升大家参与这些公共事务。我想这样子，或者是叫健康福利，好吧？如果市长愿意做这一趴，愿意去想但是要做呢？有梦最美啊！但是一定要实行啊！希望香水。好，那个我跟议员承诺就是说因为很多的东西，像这次议会，还有包括上次议会，有很多议员先进都有提，我们就要把它盘点，说这个要花多少钱，这个要花多少钱，这个花多少钱，所以我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个部分，把它的中效来做一个评估。同款是推动引发健康，还有体育局推出台南运动健康照护的 APP。议员认为，体育局开了200万规划开发，但可能是欠缺行销，下载使用的人数无到1万人，要求加强宣导。希望全民等下来嘛袂用的，互这个运动健康的 APP 来停牌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